刚才什么都没发生。刚才，刚才有什么事吗？没有啊，有吗？那你再答应我一件事吧。我绝对不会往外提。我是说让你好好去学怎么搭帐篷。我前半生都干大事呢，这种小事都是别人帮我干啊。所以你们这种干大事人，是不是连幼儿园都没上过？从小老师就教什么事儿都要自力更生，你不知道是不是？咱俩不是一个幼儿园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陶老师。行，今儿陶老师就再给你上一课。好。我们做人要以诚相待，像什么假装黑车司机去故意接近啊，然后骗人约会出去表白啊，然后……哎，行了，往事能不要再提了吗？我知道你人生已多风雨啊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还有什么事儿瞒着了？ The acquisition is ready to go. Just waiting for your good news. Looking forward to work with you. 心虚了？有点。那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吧。回家睡觉。这算初吻？就这么献出去啦？不会吧，这应该不算。大半夜嘀嘀咕咕什么呢？还让不让人睡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晚安。收到了吧？你发的？对啊，你有病吧？我好心给你寄酒喝，你还说我有病，真是的。来的真不是时候。除了我，谁还敢再来呀？这是什么？北美 S&J 公司在欧诺的第一联系人。第一联系人？什么鬼？内鬼。S&J 公司一直想要收购欧诺，他们在找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说过，在欧诺公司他们还安插了另外一个人，会在暗中配合我的工作。The acquisition will take place in about 6 months, we believe, so you have plenty of time. We have arranged a new person to assist you. He will be in contact. Who is one? Oh, you will know when you see him. 所以我这次回来，除了想要挽救欧诺公司之外，还想把这个人给找出来。虽然我不确定这封邮件肯定是他发的，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除了他不会有别人。那这个赌注很大，但押错方向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也许他是在提醒我，也许他是在警告我。我怀疑滨海度假村的标书就是他泄露出去的。但问题也来了，既然他知道我跟他是一伙的，为什么要把他泄露给赵先明呢？所以只可能有一个原因，他已经知道我真实的目的了。你这是无间道啊！对不起啊，我帮不了你了。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做什么？你太酷了，我帮不了你了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啊？没，随时欢迎你。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儿吧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Someday 的方案，我不想放弃了。什么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放弃啊？再说将军不是不同意吗？我觉得他是不能接受新鲜的事物，你一定要展现出结果来给他看，他才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3D 不也是新鲜事物吗？你就这么快对艺术放弃追求了？别给我乱扣帽子啊！我跟艺术好着呢。你是不知道，在董事会上剑拔弩张多可怕。董事会已经开始对 CEO 行使罢免权了。在3D 影像还没有做出来之前，将军一个视频一张嘴就搞定了，也不枉费我从小崇拜他这么多年。你也不看那视频是谁帮他做的？啊？你呀？对啊，我跟将军奋战了1个晚上才搞出那么个视频来。干嘛？是朋友当然要帮了。瞧你那样。他要是能像我支持他那样的支持我，艺术商场的方案也不至于夭折。也不光我支持他呀，还有陶小挺呢。陶小挺？嗯。对，大部分的方案都是他来做的。他们2个人的关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？一直这样好啊。再说了，你上次跟陶小挺表白不也是将军帮的吗？我不知道他们俩的关系这么好啊。不是，我好像泄露个天大的秘密。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。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快说。上次 PK 赛的时候，将军也在，也帮陶小挺了。那时候我也在。将军帮陶小挺，陶小挺帮将军。所以生日会上，陶小挺喝多了。哎，英叔。3D 体验馆的宣传页印的怎么样？基本上准备好了，只差体验馆里面的导购人选还没有确定。现在有合适的人选吗？候选的是我们部门的陶菲儿，还有市场部的张可可。陶菲儿形象更好一些。肉包，你现在马上把设计图纸去拿给翁总和赵总看一下，尽快落实最终人选，然后马上落实宣传页的印发。是保时捷，我这就去。小挺，今天一天看你状态都不好，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吗？没有，喝点咖啡就好了，没事。那明天下午2点按时上课，到时候一定打起精神啊。放心吧，宝珠姐的课比天都大。那我喝点咖啡去。